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1月初6，诗篇63篇第7节安尼讲：因为你有帮助我，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唱歌。大家来祈祷，互阮欢喜唱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所倚靠、阮所仰望、阮所闪避的所在，阁是阮的灯牌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允扶持阮，保守阮的性命，互阮无因为仰望你失败见笑。主啊，阮永远无袂记得你的教示，因为你用这个律例，互阮得到活。主啊，歹人长等要毁灭阮，毋过阮要默想你的教示。主啊，你的话安定伫天里，直到永远。阮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就早早伫阮的苦难中灭无啦。因为你有帮助阮，所以阮要伫你的膝骨下来欢喜唱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若帮助咱，就咱要通伫伊的膝骨下来欢喜唱歌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